明明冇肥到，點解塊面越變越大，越嚟越長，連條 V 面輪廓線都冇埋㗎？唔好再自己呃自己壞水腫啦！講個冷知識俾你知，你塊面越變越大，分分鐘係因為你成日耷低頭玩電話，同埋用單邊嚟咬嘢食。當你長期做呢啲動作，面部嘅肌肉就會失去平衡，甚至乎會拉扯到你嘅面部骨骼輕微移位。特別嗰嚿咀嚼肌啊，越變越厚，視覺上你塊面咧就好似直接大咗一個碼，成個人望落去老咗5歲。即刻教你一招小顏自救先，嗱，一齊跟住做啊！第一，用手掌最後嘅位置，即係大魚際，握住兩邊耳仔前面面頰最硬嘅咀嚼肌，然之後咧向上同埋向後輕輕打圈按摩10秒鐘，每日3次，做完之後深呼吸一次，係咪即時覺得兩邊塊面有啲放鬆，個人精神翻啲啊？今晚瞓覺唔好再單邊瞓啦！想知道點樣唔使做醫美，靠雙手可以逆齡變翻做 V 面，即刻點讚 save 低呢條片，關注我，我會帶你解鎖更加多小顏術嘅秘密。